史图子老师的家中，给老师进行催更。这是客厅，这个是。就是每次都是做一个大集群，比如说周一的话，可能就做轻机，轻机的话，史密斯机是最好用的，就是这样。其实是比较轻松的。真做的时候，其实要做的那个重量大很多。然后周三做背部，背部的话是有硬拉引体向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史图子老师正在绘制《阎王不高兴》漫画的第4季的第15话。所以全部都是自己完成吗？没有，就是有助手的。一般我画完草我就给助手，自己画的话要累死，因为平时还有很多别的项目要盯着。特别像游戏，其实我也参与的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把时间分配好。现在是一个测试服，因为我们还没有上线嘛，是先上动画的。但是我这儿这个游戏基本已经快做完了。B 站的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如你所见，我是新上任的史图子。如你所见，我是新上任的绘梦动画导演刘思文。说出来呀，你们可能不信，史图子其实是那个由哔哩哔哩、绘梦动画还有图子文化联合出品的《大王不高兴》动画即将上线，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会采原作之精华，努力还原一个欢乐的地府日常，请大家多多关注 Music。大王不高兴是怎么诞生的？有什么灵感吗？说到漫画的话，其实说出来你们可不信，就是一开始这个是做梦做出来的。我最早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好多鬼在找我催稿，然后我就去阎王殿里想找阎王这个帮我挡一下啊，然后就有了这个漫画。一开始是这个样子。所以是一个催稿引发的血案。对对对。为什么会把阎王画成小女孩呢？因为这其实是在漫画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就是一个反差感，它的地位跟它的这个人物本身，如果产生反差的话，就会诞生很多梗。而且就是熟悉我的人可能知道，我15年的时候有了个女儿。这个漫画是17年的时候，应该是17年左右开始画的话，好像16年，反正那会儿女儿已经挺大的了，所以带孩子有了很多感触，对这个画一个小女孩就很有兴趣，于是就画了这么一个人物。动画版大圣的人设和漫画差异很大，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呢？是这样的，它不光大圣有差异，其实很多角色都是有差异的。我们做的时候还是会
要满足一个动画的一个可以绘画的一个绘画性。然后 PV，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 PV 的那个大圣，然后 PV 因为当时我们比较赶嘛，所以其实正片我们的人设都是有调整的，我们也给史苏子老师看过。对大圣的那个正片的那个人设，我是红线直接画重新勾过的。对 PV 那个大圣画的比较像猴嘛，因为大家传统概念中可能那个孙悟空更像猴一些，但其实阎王漫画里的大圣，他的脸的形态其实更像人一些。最后的动画可能就是，最后的调整方向还是比较偏漫画的那个形象。一般在动画化的时候，出于制作和剧情节奏考虑，会对原作有一些调整。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灵感出现呢？灵感还是不少的，但是我还是就本着不要太多去改变原作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这边我这边画完分镜之后，也会给史苏老师看一下，然后他也会提一些意见。然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尊重原作意见，然后进行修改。但是我觉得史苏老师这边好像，意见倒不是很多。对，然后我这边也挺顺的。我觉得只要有一些小的细节修改，但是只要符合原作气质的话，不管是史苏老师还是原作粉，应该都是能接受的。对，其实加了一些笑料。动画会有第二季吗？再做了。第二季会跟第一季有一点不同吧。第一季的话，它会更多的就是一个泡面番的那么一个体量。然后第二季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尊重原作。然后因为第二季熟悉原作的朋友应该知道，第二季就开始打起来了，预算在燃烧。所以第二季的话，不管是时长还是经费还是所有的一切，都会请大家多多关注吧。明天大王不高兴就要开播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哔哩哔哩的粉丝们说的呢？反正大家也知道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吧，我们最后没有按照漫画去叫阎王不高兴，而是叫大王不高兴。那以后呢，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多多的支持大王多支持大王的动画、漫画、游戏。总之，我们会尽量的产出更好的内容，然后满足各位大王粉。谢谢。就是我这边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吧，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阎王不能叫阎王，改成大王不高兴了。然后我一开始也以为只是说题目标题改，然后后来就发现了一些更加不可抗力的事情。我们会尽量的不去更改原作的情节和一些设定，但是一些角色的大家熟悉的角色的名称以及一些地点的名字可能会有所更改，这个请大家见谅。你念一下这个“会梦飘了星空”。哇，这个我先来说一句，小葵我老婆那个字儿念鬼，战小鬼，大家要识字儿。对，其实他本来是叫战小鬼，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念成小葵，后来我加了一个设定，就是他还在人间，他还是凡人的时候可以叫战小葵，这样子叫小葵叫小葵都对。不过呢建议大家还是叫小鬼，因为现在他的名字叫战小鬼。我开始慌了，我现在也挺慌的。我也很慌，这个大家都很慌，不要紧。超喜欢阎王，不能给你，没错，不能给你。我还想看一条狗动画化，哈哈哈。这个我们再讨论吧。如果 B 站能把一条狗买去做动画的话，我也是很乐于看到的。有人问跳票了吗？这个再做了。使徒子老狗把你的坑都填了。反正我优先把阎王这个坑填好吧，其他的坑再说吧。这么胆小的阎王可不行，推荐去隔壁司机应辉那里学学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阎罗王。你也是车万人，也是车万人。看完漫画再来看一切的开始，阎王也渐渐成长起来了，从一个胆小怕事小女孩到一个能独当一面的阎王。希望漫画能越画越好啊！谢谢，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铁粉啊，连这个读后感都有。那我就尽量越画越好吧，希望如此。西方神在动画里是说中文还是外语呢？这个我之前是有过这方面设定的，因为我想让西方那边的人全都说英文，然后东方的这些人全部说中文，然后后来发现实施起来有那么一点困难。
但是我们有过保留，在正片里面会有一个小彩蛋，我们会有一整段的英文对白，这个请大家进行期待正片吧。这个石头老师应该是看过的。您最期待漫画中的哪个场景动画化呢？我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最往前的可能是孙悟空大闹阎王殿，这个因为本身是在《西游记》里，然后在原版漫画里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场景，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画出来的话，应该会动画化的话会非常的带感。那思文导演呢？永装回啊，永章回是第9话吗？原作漫画里是第9话话，然后我们动画有那么一定的模式调整，所以会稍微靠后一点。可以透露一下漫画后续的规划吗？漫画现在已经画到第4季了，然后，我手头在画的这几话，我估计播出的时候可能，到连载的那个阶段，应该是小阎王他们到玛雅神话里面去，在那个墨西哥那一块儿。现在小阎王基本上是全球四处到处跑吧，然后也接触不同的神话和不同的文化系统，也能给大家展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那么，动画有这方面的规划吗？在做吧，在做，希望大家多看，这样子订阅的人多了，当然就有这个预算去继续做下去了，对吧？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虽然我已经上任这么久了，但是老黑还是天天催我到凡间炼丹。区区小鬼们，竟然在本王面前放肆！目标锁定，开始狙击。王之鬼刃！我作为阎王，一定要长报善恶，昭彰天理。更多精彩访谈，请关注哔哩哔哩国创长按大拇指一键3连。